發布部統計，最近2個月，全國食毒塞車案件有4200多件，其中食依托米子送死分段的有981件，是比去年較濟。行政院嘛提出食毒塞車的修法草案，要來加重處罰，包括全面吊銷駕照、沒收車輛、食毒塞車弄死人，判5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；10年內擱再弄死人，是當判無期徒刑。這案嘛已經送立法院審議，也毋過在野黨嘛有提案講食毒塞車會當判死刑。食毒駕駛的案件直直發生，已經是公共危機。行政院提出修法的草案送立法院審議，內容包含增訂食毒駕駛，也是唔測食毒的人全面吊銷駕照，3年內袂當考駕照，而且無論車主是蝦米人，攏是甲車沒入。若那食毒駕駛致人重傷，也是死亡者，失去死人袂當考駕照。刑度的部分，食毒駕駛致死會當判5年到12年，10年內擱再犯致死會當判無期徒刑。那目前的這2個月內，全國的毒駕的件數是4272件，其中依托米子是981件。不過，調解認為行政院辦的食毒駕駛修法力頭無夠，無列死刑，因為安尼提出10外個修法的版本，要大大提懸食毒駕駛的刑事責任，取消原刑。國民黨團總召布坤奇就提出，情節重大食毒駕駛致死的人，上重會當判死刑。吳茂信指出，食毒駕駛、食酒駕駛兩個的犯罪情節甲惡性有關有爭差，應該用無同的刑度，避免刑度重起平，引起立委的不滿。指控行政院辦無法度符合社會期待。第一次撞死人不適用最重責刑，第二次撞死人，法院依然沒有死刑這個選項。市長，人民真的會接受像這樣的標準嗎？各位報告，如果毒駕它的主觀有符合我們刑法上的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的話，它就是一個殺人罪。毒駕的應該要最高刑度，要麼就應該往上加，沒有，委員，他吸毒是用低級毒品，他處5年以下6個月以上，它是一個 A 行為。對，吸完毒之後駕車，它是一個公共危險，是一個 B 行為。對，沒錯，是啊。所以 A 加 B 是要併罰的。吳信是強調，食毒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因為食毒駕駛是造成公共危險。兩個是採取真濟條罪名合併做違法。另外，針對食毒駕駛致死，若是符合殺人罪構成的要件，就會向殺人罪偵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